一位，今日尾場啦，真係非常之感慨，因為講真喺過去呢一年都一直好努力地去學習好多嘢。多謝我？多謝你哋都，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多謝我又好啦，多謝身邊人都好啦，最緊要嘅係多謝你哋自己，多謝我哋內心嘅嗰個 inner child， 因為我覺得我淨係過去太少多謝我自己，我一直都覺得我好多嘢我都好冇自信啊，或者我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或者咩，我成日都會忽略咗我自己嘅感受，但係我發覺自己同自己坦誠地去交流嘅時候，係好開心同好平靜，所以你哋平時除咗關注我嘅嘢之外，其實你哋都多多關注你哋自己本身。我都希望你哋每個人都可以照顧好你哋每一個自己內心嘅小孩，所以對你哋內心嘅小孩好啲，好得過分啲，好得過分。咦，你今日聽得好好啊！我面對這份愛，不知道已萬次，唯獨你怎麼都不介意，閒話任人講，幾多詆毀咒罵仍舊堅持，在我害怕之時，說我可以。你面對我受挫，比起我更在意，然後你禁不住糾結望向天，盼望放晴。當然你沒可能逆轉天意，但你不自量仍然去試，令我忍盡淚從頭開始。誰哭得太過分？誰死心塌地作我護蔭？淡淡然微笑着，若要哭得比我狠，填補所有責任，只准我放心，蠢到為我分憂解困。即使我明明有錯，一雙腳如何奮進？還在等，誰天黑會抱憾？天光太敏感，總渴望有多些指引。迷途後，我向自己捉人，我可怎過人生？我怎麼去愛人？才不管我在哪裏被困。但願無路抱着，讓你知，通通不要緊。填補所有責任，修補我決心，不再讓我天空灰暗。想反過來嘗試愛，感激你仍然與我無限近。到咗呢個我最緊張嘅環節啦！真係因為尾場，真係好想衷心多謝呢一個演唱會嘅每一個製作單位、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想好衷心地喺今日呢一度好好地多謝大家。OK， 咁好緊張啊！咩表演都冇嘢話，呢一 part 最緊張話，呢真係。OK， 好多謝主辦及經理人公司 McAfee， 幾場有幾有默契啊？係咪 ？OK， 好多謝冠名贊助 Catch 音樂娛樂平台，多謝陳小姐。
好多謝演唱會搶飛神卡、人生 Visa 信用卡，指定贊助 FWD 富衛保險，聯合贊助 HKT， 優先訂票 The Club， 同途升溫叱咤903，同途共享 Move。我又講翻呢邊啊，多謝 Janice 同金生，真係好多謝你哋，係真係每一日都過嚟，真係無限嘅 support， 非常非常感恩啊！ Let's go， come on！ 好多謝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 多謝你，多謝演唱會嘅執行總監 Stephanie， 好多謝 event team 嘅阿 Pat、Vanessa、Sherry、Sophie、Charlie，yeah， 多謝你哋。Oh my god！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Look it！ 多謝我哋嘅音樂總監 Elwood Chan。咁嗨啊！不如先唱首歌嚟。Elwood 唱歌得唔好聽，不過就多謝 Elwood， 多謝你過去呢一段時間，呢一年我真係非常多謝你，係我知你非常非常之錫我都係嗰句，你係我永遠嘅監製。好，都好多謝我哋嘅 band 啦，吉他手 Ariel， 黃子喬，電琴手 Anson， 好靚仔 Anson。Bass 嘅機仔，鼓手 Cortus，Programmer 嘅 Marcus、James， 多謝我哋嘅和音啦 ，Raymond、阿達頭先啊，好啊，冇死啊！仲有我哋 Edwin， 好靚仔啊！好啲 V 啊真係，好多謝我哋嘅中國鼓同敲經 ，James、好多謝我哋嘅中西吹管樂器 Dida Boy， 好辛苦啊 Dida Boy， 好多謝弦樂團嘅所有成員。多謝，做緊廿四，但係真係每一位都好出色。雖然同你哋冇乜兩句，但係陣間見到面咧，同你哋傾多兩句嚇。可能呢次可以拍手喺度。喂 ，Oh my god！ 好多謝我哋嘅舞蹈總監，邊個？邊個喺邊啊？喺邊啊？唔緊要啦，匿埋咗 OK。亦都好多謝我哋嘅排舞師阿 Bill 啦、Ocean 啦、Elgo 啦、Fat Boy 啦，最緊要係我哋嘅會唱嘢老師，多謝。會唱嘢老師喺呢度。會唱嘢老師，因為以後我呢個 function 你都可以幫我排一 part。係啊，而家有啲，而家咁樣講咗就係㗎啦嘛，係咪？好多謝我哋嘅排舞助理阿詩，好啦，好多謝我哋嘅所有 dancers 啦，我要逐一讀佢哋嘅名出嚟。好驚啊，好驚讀錯啊，但係佢哋係一班好 warm 嘅 dancer， 真係我寫咗，好多時候寫俾我嘅，真係佢哋唔係好 hea 咁樣寫，佢哋真係每一個人都有寫一啲佢哋對我嘅感受啦，係咯，咁所以仲係咯，我仲記得今日有位 dancer 仲送咗書俾我添，我唔講係邊個啦，即係默默地遞俾我，跟住就離開咗，做咩寫呢本書係？我翻去慢慢睇㗎啦 ，OK？ 我唔會講係邊個，放心。好，咁我介紹下佢哋啦。Barbie、阿發、嘉豪、浩軒、Jasper、JY、吳西、毛毛、阿樂、PC、阿 Sam、
細車、樂仔、俊仔、阿 Fina、雞髀、哈哈、Hebe、Iris、嘉琪、Kia、景瑜、Nancy、阿欣、Rita、思嘉、榮基、Eddie。OK， 哇塞！你哋攰唔攰啊？唔攰定攰啊？唔攰都慳翻啲聲。好啦，亦都好多謝我哋嘅髮型 Lydia 啦，好多謝我哋嘅化妝 MEG 同埋 Mei Ling 啦，好多謝我哋嘅服裝設計及造型陳華國老師、黃貝滿老師，仲有我哋嘅 Pippa 老師。工程統籌興明亞洲。OK， 如果真係攰就唔會嘢啦，鼓掌啊！我都係做心中啊。好多謝所有嘅動畫師咯。係啊，請大家俾最熱烈嘅掌聲佢哋啦。真係冇交埋，好少出現喺大家面前。你哋見到有一個視覺上有好多感受啊，你哋都真係嚟幫我哋。再次衷心多謝你。仲有我哋嘅舞台設計 Fion， 燈光設計阿倫啊，唔係，音響設計嘅 Jennifer， 音響鑑評嘅聰頭同 King Kong， 導演組啦，導演組咧有 Janet、Jennifer、Edison、Elma。仲有我哋俾最熱烈嘅掌聲，呢9日連埋休息嘅10日嘅監製，我哋嘅監製莊少榮師老師。你記住啊，永遠你講3秒音樂、2秒音樂、1秒音樂，就要諗起我 ，OK？ 因為你以後每一個歌手演唱會，你都一定講呢幾句噶嘛，係咪？冇人模仿我勁過其他人 ，OK？ 真係最緊張嘅就係3秒音樂、2秒音樂、1秒音樂，音樂都。好嘅。好啦，仲有我哋嘅 AM team 啦，有我哋嘅 Karen 啦，花姐啦，Alan 啦，Mary 啦，Cindy 啦，May 啦，好係啊，就咁多係。亦都好衷心多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仲有今晚你哋每一位入場嘅觀眾。無論係第一次或者話係睇咗我幾多場都好，都好衷心多謝各位，係啊，因為好感恩、好珍惜有呢個機會可以喺呢個舞台上面表演，有呢個緣分可以做 artist， 將自己嘅故事分享俾你哋，亦都希望你哋以後嘅人生路上面可以記得今晚嘅一啲回憶，希望可以令你哋嘅人生多啲快樂嘅回憶。多謝你哋。多謝班堂。我哋以後我哋人生好想唱一首歌，呢一首歌我覺得一定要佢喺我隔離唱。Let's go。如果掌一到二，原地躍起，逃得出這角落，世上亦無慈悲。求交吧，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若果你未能奮起，給他勝利，未稱你價值由你愛起。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然後變強。當一個善良人，有時純屬
他，無限亦同樣難截斷，沉默的影響。即使不想這樣負能量，由一邊強，都不要為旁人自強凌弱轉向。他怎麼欺壓你，凌遲你至愛的人，永遠找到那出口方向。前往是共學，抬望太陽，就做在下，不嫌下。人性本漂亮，孤軍作戰，無望這個我與你合唱。我哋呢排冇，唔係單止你而家係姜濤 A 定姜濤 B？ 我應該同邊一個即係諗下點樣傾偈啊嘛？而家冇所謂，而家冇所謂，而家係姜同姜絲咯。其實姜濤 A 同姜濤 B 都係姜濤啫。即係我身為一個雙子座，就想話俾你聽，其實即係我都有兩個自己喺入邊嘅。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嘅，咁但係應該係兩個人一齊去合力保護你，所以係冇問題嘅。多謝多謝。我會，係啊。咁就啱啱嗰隻，而家變咗我主持啦。我覺得可以。呢排嘅興趣就中意咗傾偈。係咯。唔係講笑。我都要多謝你即係揀咗你要倔強嘅一隻歌嘅，同埋喺你嘅 show 之前出咗俾大家聽。但我個問題都想問。點解即係4年後先出咧？因為你哋而家好4年，哇！過幾日2026啦，有嘛？係啊。但係我覺得唔係講真，你一寫俾我呢首歌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知道我一定會出。但係我一直想揾一個最適合佢嘅時候，因為我又唔想佢係一首情歌，因為我聽嘅時候，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我覺得係仲有啲最 deep 嘅嘢成，所以我覺得要等姜濤 A 同姜濤 B 佢溝通完之後，咁佢哋先至可以有個最合適嘅 timing。我覺得今年就係呢一個 timing。OK，可以嘛？完全 OK，完全 OK 啊！我可唔可以出去睇下？出去睇啊！有啲參介紹下。介紹下啊嘛！嗱呢一區咧，就 fans 嚟嘅呢一區。我哋今次嘅台咧，就以岩石做呢個一個設計啦。係啦，咁觀眾咧就會見到有呢個270度嘅 video wall 啦。我有睇過呢個喎。有睇過呢個 wall？好靚啊！好靚係咪？要唔要現場佢哋再做一次起圍啊嘛？點可以睇？唔係放下先得。過咗啦。唔想。OK。係咯，都差唔多係咁啦，真係。仲有冇啲咩想傾啊？仲有啲咩想傾啊？有首歌好想唱咯，有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其實我想講真係，你嗰啲歌嘅點擊率我真係有份幫嘅真係，因為我冇辦法忍唔住，我真係好成日都聽。大家咁話？大家話係咯，嚟㗎咯。你揀㗎喎，我揀㗎。你真係中意嘅，真心。真係中意。我有幾個朋友喺度話咩？姜濤你今晚演唱會啊？係咪依人做嘉賓啊？依人啊，我可唔可以上嚟睇？之前8場都唔嚟，呢場。唔係，佢想睇你尾場啫。係啊。OK， 多謝你幫我解釋 OK。好，咁我就可以同你一齊唱呢首我喜歡嘅歌嘛。好，請。叫做每一天。無數知道個呼喊和嘆息唱錯，失了我苦惱忐忑，纏住我只有
實我只想一起躺進暖光，蕩進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頭，星空萬象綻放，無機構熱話，一直對望。是我只想找到這線曙光，願你都想向我心去探訪。回頭無法小去彷徨，我便迷上，留住得一天也奈何。係啊，好啦，我聽日會嚟排舞噶。Thank you，多謝依啊！哎呦，哇！你首歌真係好難唱啊，咁多假音嘅真係，哇！好似有啲音 flat 咗啦先。OK，再次衷心多謝依人啦。其實依人咧，即係講起依人啊，真係係就我覺得我唔知我有冇同你哋講過，其實佢係我好羨慕嘅一個人嚟，係即係好似啱啱識佢嘅時候，覺得係一個體育健將啊，又身材又好，又靚仔，又識作曲，又識作詞，即係我覺得而讀書又讀叻喎，係咪？我就覺得好羨慕啊！呢個咁完美嘅人嘅，但後尾我先覺得我覺得唔需要可以欣賞人哋係，但係我哋每一個人唔需要同任何人去比較，即係唔單止係依人，我哋12位 Mirror 成員都係，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係發光發亮嘅每一點，所以我到後尾我都覺得我會懂得欣賞我自己，亦都懂得去欣賞人哋。我哋抱住一個愛嘅眼光去欣賞每一位我哋中意嘅，唔中意嘅咪唔好望佢咯，會點咧？中意嘅就可以一直欣賞啊，千祈唔好覺得呢個好呢個好呢啲，十幾廿年之後咪都係阿爸阿婆嚟啦，做乜分別咯？係咪先？你又得 OK？ 我唔知啱啱有咩流程嚟嘅，傾到有啲嗨添。咩流程嚟啊？等先今日講唔講時間啊？唔講時間啦。講下咗大家少少時間好冇？我唱多2首歌先嚇。你咁主動起身啊？Stanley 我嚟揾你啦。選好啦。做生。我和你就是由後美景，看着你，願我無法飆升，越看越忘形，一定像你沒行程。不過工作未完成，可能創區，不過低勢未殺命，我亦是區，聽到風聲，何有罪名？是我差一張戀愛的簽證。哎呀，仲有Jeremy喎！小月啦，邊喺度啊？手指里的风景，掌心越轻都是你。你整天的情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Baby baby， 心動的感受，跳過避開以後，更將一牽你手，城市用製造愛你走。Oh baby， 親密的享受，你亦可有，投入相戀節奏，令我差一點想正式擁有。節目要對，電影來臨，我的心是low play，我拉着你去打卡比。Sorry， 漸漸又來漸漸要是我被我的粉絲要學，管他什麼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樣把你變出輪廓，月亮跟輪廓看起來都像你的側臉，正在愛情的天生。Baby baby， 心動的感受，跳過避開以後，更將你牽你手，城市用製造拉你走。Oh baby， 親密的享受，你亦可有，投入相戀節奏，令我差一點想
我發了解，這些感覺冇晒理解，得知我始終不敢表態。Baby， 心痛的感受，他兩眼的以後，不肯鬆開你手。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燦爛的享受，化為烏有，每顆刻不自就，就當這個夢不陪我擁有。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OK， 嚟啦嚟啦，仲有邊個未唱嘅上嚟？係你哋，Dancer。Come on，捉佢最先。OK， 我喺前面等你哋。可否一覺甦醒，推開窗看看風景，混亂日子不見蹤影，鳥語花香呼應，阻止黑暗得逞。始終相信惡夢會過，健康與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